冠道道清举办会员大会。点传师，正点传师，李点传师，红点传师，各位前线有点传师参与。南园山庄义和圣堂。南园山庄义和圣堂。您先好。道教里有在天无天理，在地有地理，在人的心里，在无为无理，在事有事理。法万法归一，之中观一，莫道千一，道元所一，清真还一。五大宗教教主，佛教、犹教、基督教、道教、回教，五大宗教的教主。回教清真天心定性，教主莫莫德，道教感应核心炼性，藏教教主老子，藏教是宗教，教主是老子，佛教是慈悲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是教主，佛教公是人心两性，孔子是教主。儒教比较没有宗教形式，基督教主张博爱、喜心、离性。